咱来看国际新闻，讲到这葡萄牙有上百年历史的婴幼升降机流浪，伫咧当地时间初三发生事故，造成16个人死亡，上无20人受伤。警消初步调查是流浪的一条降速灯器，才害这过车厢起起弄着建筑物。欧洲各国的领袖也拢伫咧城军平台顶头表示哀悼。葡萄牙政府也宣布，初四开始全国降半旗3天，要来悼念这个事故罹难者。 红色缆车弄甲变形，并伫路边。葡萄牙有100年历史的婴幼升降机缆车，伫当地初三发生事故，造成包括外国籍游客等真侪人死伤。One of Lisbon's picturesque yellow and white streetcars derailed on Wednesday in an accident that stunned the city. 媒体讲，当时出代志的缆车经过自由大道附近，车厢煞因为不明原因变气，出现真大的火焰，车厢内乘客惊到为车厢内爬出来。现场看到的人讲，当时缆车以正紧的速度落架，一直冲落来，到尾伫转弯的所在弄着建筑物。到现场救援的消防人员讲，好亲像是缆车一条瓦索落去，才会使缆车失去控制。 Fomos alertados às 18h08 para descarrilamento aqui do elevador Santa Justa. Em 3 minutos chegamos ao local, rapidamente chegamos aqui ao local. As causas do acidente terão que ser testadas e analisadas pelas entidades competentes. 婴幼升降机缆车伫185年启用，是迄间公共交通公司 Carris 营运的3条8架缆车之一。 连接葡萄牙里斯本共和宫廷附近的市中心，加野生外丰富的上城区，因为3分钟的车程有袂少8架，民众会当坐缆车自由来去。本来缆车是以水力带动，暗过启用30年后改做电动。上落架的缆车是用共一条瓦索连接，当一台车厢落架的时阵，就会当用动量带动另外一个车厢上架，同步升降。每一台车厢拢会当载运40人。当地旅游官员表示，婴幼升降机缆车历史真久，伫1997年。 列做国家级历史文化遗产，正做里斯本当地有名的观光地标。当年差不多有300万乘客伫坐。即摆发生事故，死伤严重。欧洲各国领袖，包括欧盟执委会冯德莱恩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、法国总统马克宏、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等人，拢伫社群平台顶大文哀悼。 葡萄牙政府宣布，当地初四开始全国降半旗，为事故罹难者哀悼3天，并暂停所有的娱乐活动。里斯本市议会嘛宣布暂停市内其他有轨道电车营运，随进行检查。公司新闻，但是董编译。